台湾的风台集中伫咧热天含秋天，即届防风台若准登陆，就是让58年后伫11月登陆台湾的风台。今仔日新北市7个区域宣布停班停课，伫东北角风雨正大。另外，伫咧阳明山的文化大学今仔日各校区也拢停课。进前有一个省油的上尉，因为欠所费，在这期间，甲国军内部网站的机密泄露予中共，换这虚拟货币价值差不多是15万。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1 AM 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这防台。讲到这个防台暴风圈呢，按算12早起会挖到高雄、屏东，将有可能暗头啊过后呢，就会对这屏东来登陆。恒春的海边啊，这大鹰已经有4米外遐尼悬咯。就算今仔日咧雨是一阵啊来，这恒春的居民是唔敢大意，赶紧刷车，就是惊讲这轿车会去互水淹到，要这个路牌伫要落落来，赶紧通知公所来处理。那屏东县政府呢，提早甲板树还有雾台乡山区的居民得利，确保因的安全。大鹰一直冲向金州湾河边，防风台还未到，屏东恒春沿海影园已经超过4.5公尺。无拄过风台，外国游客拢正好奇走去沙坡看海景。有点怕，不敢靠太靠近海边了。游客伫观景台甲大鹰翕相，也有人搬椅来看海景。屏东12无停班停课，昆明沿海各景点也是有游客。第南湾最上游具业者已经做好防台准备。来到南湾岸境呢，现场的水上摩托车还有载运的机具呢，现在都已经用绑绳全部固定在一起，因为就怕呢这个台风加上晚上的大潮会让海水倒灌到这里。风台来后，水上活动暂停，有5路船业者到后壁河渔港，查看船只固定状况，也反探今年风台节和行李少一半。客人都不能坐船啊。风台暴风圈按算12透早接触南区平陆地，尾暗到暗时可能为屏东登陆。暗过11下晡，敢若有一阵的雨势，居民犹原唔敢大意。复兴路这停车场因为边仔工地施工，后排水无好，拄到落雨，风台就淹水，居民赶紧来刷车。淹得很高，我们都把车子移出。兴公路甲兴西路口的路标是用要落落，风一吹，一直海发出声音，都惊路标和风台吹落来造成事故。民众赶紧通报恒春镇公所，阮就乡为有风台保护带来拖石楼在前，也提早伫7早暗时将道路民众撤离。12级风嘛，然后雨量又蛮大的，所以说我们地方性的撤离。屏东目前撤离阮州甲雾台乡山区民众110人，其中阮州民众被收容到恒春镇内饭店，确保山区居民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东地区，这愈暗风雨是愈大，南环公路有一寡石仔放落来，车路已经抢通啊。一来讲到宜兰昨暗落大雨，落到今仔日一寡所在就淹水啊。一来下晡呢，这南方河南行李有土石仔放落来，这土沙流到车路和人家厝，造成严重的淹水。经消接到通报了后，随风扫航下路协助居民撤离。土沙水一直冲向道路，徛在门下口严重积水，互民众无法度行路。宜兰大雨是一直落，11下晡南方河的南行里雄雄出现土石流，工作人员赶紧来清理。在变成都该停下来，要先把这个路上的土石先把它清除掉，然后我们要把塞在水沟里面的土石一并把它清除，让这个水流可以顺畅。因为南平里后边是苏花公路，当地怀疑土沙水是为分洪道附近冲落来，造成灾情。受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宜兰县为7早暗时道路大水河，一直到假日，愈换雨势愈大。东山乡太和路也发生淹水，人车无法度过。被列为土石流警戒的大东乡也紧被拆穿，都惊风台造成灾害。宜兰县7早暗时就宣布11停班停课，暗过会定中校未府安排交通工具，予学生转去，引起争议。学校表示，考虑带伫800几学生的安全，11透早决定安排火车甲游览车，予带伫学校的学生转去，但恢复上课上班，搁予学生转来。就算学生在宿舍，也是要有人看顾，对学校的安全也有影响，所以没有办法让学生完全整天待在宿舍里。
红红红台最近共款被列为陆上警戒区域的台东，状况也未少，因为一阵大雨，视线不好。南回公路都发生大货车甲小客车对撞车祸，造成一人死亡。南环公路是发生南山路州阻碍通行，在台东市南丰里一个接拍式主体，因为排水沟设计无好，今年已经发生真侪摆淹水在前，里长即摆只有一台抽水机来应急。话说等一下去上班，今天没放假。等下就淹起来。雨大一点点，再大一点就开始淹了。它后段变小，把它再放宽回来。那它的县府的建梯又承租给一般的，已经有租给一般的民众了啦。因为风台12日下卡接近台湾，政府普发现金，金峰乡由派出所注册来发现金。多12日是第一日，台东警方特别到部落宣导爱延期，等解除风台警报了后，才继续发。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新北市今仔日有7个区宣布停班停课，伫东北界随风讲啊聊，这海边啊硬是真大雨，也一阵来，观光区拢无游客啊。金山万里同款是安尼。那讲到这旧空期间业者就讲风台北来拢无啥生理。另外10月底因为一直落雨，这冰溪线的路基过流去，火车是无多驶。那金秀社区、辟谣社区呢，这冻土墙也放落来。新北市政府赶伫咧风台来进前呢，赶紧甲创好稳固。避免灾情愈严重。台二线滨海公路一阵的强风甲大雨，路边也有雨水未复散涉，未必看头落亲像小型的水墙。风台接近新北市真侪所在已经出现雨势。东北角的雨势一波接着一波，记者现在位在瑞芳区的知名景点阴阳海，这边已经没有平常湛蓝而且颜色分层的景象，现场海水呢非常的汹涌，而且浑浊，可以看到一波一波非常高的大浪不停的打在消波块上。随风公寮拢停班停课，观光景点也无人，就连水南东渔港、海钓船全部停上花。不过市区随风老街伫旧年3号风台时阵，较多经过淹水，居民唔敢大意。会担心，去年是从后门水灌进来的，从后面灌进来的，所以说现在就有堆沙包。过无两年，金山区虽然维持上班上课，但款是一阵的雨势。金山路街也空，万里区的规空渔港业者怨叹风台来生意歹做，非常的不好。台风天，今天少了很多人。我做了2个客人。不过，滨溪区、新店区拢是为10月底连续大雨就出现灾情。在市滨溪线、蒙古站甲岭下站之间路基流失，铁轨路空气，到即卖还有9号锁线拢未通。蛮严重哦，它长度大概有70米，它落差大概30多米。整的沿岸线都崩掉了。新港区的锦绣社区、碧瑶社区第一排徛街，假期有19号67人无法度转去，目前继续进行抢灾作业。风台来，住户也拢真烦恼。我也是会怕，晚上睡觉都睡不着，都会怕。真的哈。对呀，因为危险啊！如果那掉下来的时候怎么办呢？根据工务局安排，那结束清灾工程，对请相关专业人士到场，入来勘查，确定建筑结构安全，才安排住户转去，让居民带了安心。记者综合报道。风台等咧我今也讲到，今仔日北北基桃甲那桃园停班停课，湘北是一寡所在有停班停课。伫阳明山的文化大厦今仔各校区也拢停课。讲到这回呢，这北北基桃无做伙停，桃园市政府就表示讲，这桃园沿海风平新地，还有新北搁较强，考虑到讲这时间唔是歇热，那阵分区棒影响会较大，才规个宣布讲桃园全部停班停课。实际来到小油坑，可以明显感觉到风势雨势都变大，风大的时候要往前走也是不太容易。阳明山小油坑风强雨大，就连成年查甫人身躯嘛要小久咧才会当行。风台要来，强风因为一直吹，野雨线要野雨，不过雨线却一直开花。文化大厦11各校区拢停课，周围的商店嘛差不多拢无营业。在地经营超过20年的早餐店头家娘，伊是讲，照常营业是烦恼大少的学生囡仔无物件通食。最主要他们还是有住宿的学生啊，还是会出来吃。明天应该是会比较严重。严风风台进前捌发生崩塌的青山路101项，工研人员再去也持续
进行山坪固定作业。丰台甲双北基隆桃园照往例拢做伙决策。不过台北市11除了阳明山山区12个里以外，其他地区正常上班上课。新北市7个区嘛停班课，高雄市全市停班停课。这一条线过去又是桃园，我们快知道，没上班就没有什么上班族啊，差了将近有1/3。双北基隆桃园放假无共，实际来桃园新北各界所在，桃园永高刚过一条路，丰台假无共。透早机捷通勤乘客嘛少真济，不过也是有袂少要去台北上班课的桃园人。我去台北上班，就是我去打工的。下去上课，因为台北没放假，风雨又还好，没有到很大。不止达标，还比这个下线高了一级。第二，考虑到我们桃园几个沿海区跟非沿海区通勤通学的这个现象非常的密集。针对11桃园停班课，市政府讲，桃园沿海风力明显比新竹甲新北较大，考虑不是休热期间，分区放假肯定真快，所以宣布全期放假。那当然，我们也会考量到市民朋友整体正常生活不被受太大的影响。但是依照相关的数据显示，在台北市阳明山区周边，我们针对12个里可能会达标，我们来停班停课。新北市在山区有7个地方达到豪雨的等级，可以停班停课，我们就做了停班停课的决定。这一切按照所有的科学的依据。也是有袂少桃园新北的民众住在所在甲工作场所无共，校友义表示要考虑到这点，桃园无法度来新北上班的，拢有最好应变的准备。记者采访报道。根据着这气象署的统计，台湾的风台呢，拢集中伫咧热天含秋天。有记录以来，11月捌发布风台警报有19个，有登录的只有1967年的吉特风台。那阵这风台有登录，就是让58年后，11月搁再有风台登陆台湾。海巡人员伫岸边来回加强巡逻，都惊有民众风台天来海边耍水，也是看海影。第26号风台凤凰，拜日下晡4点，中心位置伫宜兰偏西南西方差不多300公里，持续向台湾过来。根据气象署的统计，台湾的风台大部分集中伫夏季甲秋季。历年来11月捌发布风台警报拢总19个，不过真正登陆台湾的，敢若1967年的吉大风台，若是凤凰风台嘛登陆，就会改写记录，正做58年后搁再登陆台湾的风台。登陆的几率看起来是蛮高的，主要是因为刚好整个环境的导引气流呢，就刚好引导它往我们台湾周边这附近再走。因为淡薄季风甲风台外围环流强本效应的影响，这方面的基隆北海岸风雨真明显。交通部长陈世凯拜日早起特别去基隆港监控中心视察，了解各港口是不是最好风台的整备。如果这些船只太靠近本岛的话，12海里以内，我们很担心台风会造成他们的搁浅，那造成我们海岸的破坏。那所以目前我们正在积极的劝离当中。气象署表示，风台强度有小可减弱，暗过持续威胁台湾，路线原来向南修正，而且拜三尾也是暗时风台中心就会登陆屏东甲高雄这块里，也持续对宜兰发布超大水害的警戒。进前嘛将对所有甲南澳发布灾防告警细胞公布信息。在稍早的时候，我们特别针对宜兰的苏澳、南澳这些地方发布了CBS， 也就是细胞广播，提醒这个地方它的降雨因为来到时雨量接近100，所以它雨势特别的猛烈。气象署提醒，风台陆上警戒除了台南、高雄、甲屏东，各新增加嘉义、甲台东，依然是维持降雨的警戒，爱预防超大水雨。如果拜是透早，风台会为台东出海，强度也会减弱做热带性低气压，也是热带气旋。所以拜是进前，各地也必须严防风台所带来风雨。记者采访报道。风台外围环流加上东北季风强迫效应，这花莲雨势落袂停。昨马太安溪溪水柜是涨起来，对大排管理区北环的明利村，这大水呢，甲轿车冲走邻家厝也受到严重损害。村长讲，这7、9月
月到9月时阵呢，就通报骨路解，讲安尼先做呢会害这大水流入来，虽然唔处理。要拿水利署长去到现场会勘，甲村长会实咧，强调做无好势。不过这含乌便都是无牵连的，主要原因就是这土沙塌掉造成。规台车道安尼，互土水冲走，外面看起来真惊人。因为马太阳溪汹涌淹起来，大水压大量土石，沿大排灌入去万影响的明利村，连民家厝嘛受害。山猫直接开进房子里面，要把里面的淤泥铲除出来。趁着雨势跟水势的空档，要协助这边来赶快恢复原状。其实对初10暗时到过灯刚早起，土水不时一直冲过来，互帮助清淤的人员是真无奈。东基区中国受困，工地人员嘛伫马太阳溪北环一大水口紧急处理，但是因到真悬的溪水拦大量土沙，互工课变得更加困难。正常来讲，这边通常不会有这种黑水。那既然会有黑水的话，那就代表是我们当初一开始的破口有没有弄好？这个破口从7月份到昨天预留，我多少次的通报会勘，那时候纪连成也特别交代，结果呢还是没有动作。村长自己讲，因为要做马太阳溪疏浚车道，含爆花含河层并行的，伊当阵就烦恼讲溪水会对破口迄边流入去部落，对7月开始就真侪摆提醒亿大水点，伫9月23过后拢无处理。水利署长林元平到明利村去会勘，当面甲村长会实的。不好意思啊，这个我没有做。这个疏浚的那个变道有关吗？没有关系，它虽然有打个变道，但它高度一样，是因为淤积造成的。淤积高度高起来以后，那一边就变得剩下3米到4米的位置，那这个也是确实我们的疏忽。林元平澄清灾情和疏浚便路无关系，是移植的影响。目前除了派东基区想办法来挡水，嘛会先用更帮沙包来做挡水的作业。上紧今仔日暗时会当完成，透过空气画面会当看到明利村大部分的车路拢互土沙淹去。这摆初10开始撤离无造成伤亡，但花莲县政府赶快防这支撤离上慢。万荣乡明利村的4里在昨天早上就已经开始撤2里的部分。那因为昨天下午雨势较大，那水有溢流出来，在原本不在警戒区域里面的2里的范围，那我们也在下午5点，那紧急通知他们来做撤离。那伫马太阳溪北环的明利村一大堆的问题要处理，接南北环的马太阳溪便路，因为水位淹起来，北向的便路一寡风冲登去，南向的车路是路边风淹去，但是这情形搁要等水退才会当确认，因为目前南环的光复乡出入若无便路，民众要往北去看医生，还是救灾车要入来，拢要踅一段连。便路当时会当恢复，嘛是居民关注的焦点。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这马太安溪崩山潭，林保署今仔日早起有感觉，也因为这崩山潭的一个喙、一个出口呢，一直崩开，水位有平前一暗搁较低。那准是这规个崩山潭拢崩落来，水尾的水位可能是增加35公分悬，影响无大。不过，其实溪底光复泵坑即解说是淹水啊。代替解说讲呢，目前无灾情，伫个泵坑北口的顶端是有淹水，宣布洪林到水水已经成停驶，处理了后下晡4点车帮就恢复正常。跟前淹甲变海，大水甲路冻掉，代替工程人员到现场发现路拢未通。这边都是水，走不了。正我车路这边都是代替的光复泵坑，代替交派人手伫外口监测铁路，嘛公布紧急撤离泵坑内的观察员。那个底下现在有几个人在那边监看？2个工程人员，就是看那个水有没有进去，对不对？顶摆花莲马太安溪崩山湖溢大水，咱过溪层下骹的光复河底隧道，当过灾害无严重的影响，但即马风台愈来愈近，即马伫北口顶管已经有淹水的情形。他是说旁边的那个北口的小溪流水位上涨，实质上是还没有到淹水的状况。我们当然要做那个要堤从宽啊。都惊土水冲入去泵坑内，洪林往返水中国已经上来停驶，旅客已经到车头才发现讲无车通坐。路线不通，有列车按原路线指回台东。列车驶到一半接到指令，倒退路登去原站，停驶差不多3点钟后，才总算来开放通行。同款嘛，管制还有公路，台北线官员到泰鲁各段，12中到进前拢封路，但是中高管的台高电线苏澳到东澳段，已经解除干来当出去袂当入来的管制。
受到风台的影响嘛，互当地居民真烦恼，讲伫水头的放山湖，敢会搁一摆来溢大水？林宝树11日透早观测，一流口持续慢慢测起下骹，得水量含情一暗比，水位伫10点钟来降6.8公尺。如果以现在来说，它一次性溃下来的话，最多下游的河道抬高大概平均35公分，等于这个凤凰台风的放山湖是赶快维持红色警戒，虽然林宝树评估一摆上的溢大水影响嘛无大，当地光复、万盈、凤林三个乡镇嘛是先疏散撤离和要求堆地避难，但一寡居民嘛是无守规定。别的村有的回到家里说，我怎么家里可能还看到一些村民跟他们讲说，就算你们垂直，绝对不能在马路上逗留。风台来，若是无照要求来避难，民众若是风查到警方依法会当开发，而且是甲家己放伫危险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前一阵呢，这台中5车标出非洲 DJ， 为着避免这风台害防疫柜的破功，市政府伫咧案内场装82公尺长的围篱啊，唔互接近，搁再用3站设施甲这垃圾水处理槽牵起来。另外，环管署今仔日也邀请猪农和市地协会，来甲因解说这主喷监控系统和补助。不过有一寡猪农是举标记表达诉求，希望政府会当全面禁止用喷饲地。工人设2.4公尺悬的加装围篱啊来沿个装设4型钢的架啊，顶入去涂骹是好固定。风台要来，台中市政府甲5车非洲 DJ 案场封起来，只为个加装82公尺长的围篱啊。原来的钢柱，我们后面再把它加固，加了C型钢。那另外我们避免缝隙，在中间有缝隙哦，所以我们做了一些矽利康，还有一些发泡的一个设施哦，所以让它整个的牢密度跟围设的状况是相当的牢固。案场内的污水处理槽行溢出来，佮使用角材篷布、茶架纸啊、3沿底条的牵起来。非洲 DJ 疫后已经开放外地运输加拍卖屠宰，后续还有代志伫反映。坚决反对处理养猪。猪农有票据抗议，环境部环管署10月邀请中将分家试管区超过80间养殖业者甲工会，说明装设喷的炊珠监控系统甲补助。不过，猪农甲养殖协会表达希望政府禁止家用加事业性的喷卖入去养殖场，养殖产业无法度搁经历一届疫情。家户的厨余跟事业性产生的厨余，不要再进入到养猪场给猪吃这样子。是建请我们中央主管单位要审慎考虑这个问题了。原来厨余养猪业者他不再用厨余，他就不用装设，只要是仍然使用厨余的作为饲料，就一定要装设。我们会补助1半的经费，那么预估最高会是6.5万元。是毋是要禁用喷饲地？环管署并无回应。不过目前全国也是有429间贴布场伫用喷饲地，必须要伫年底前增设监控系统。环管署表示，每日户上悬会当补助6万5，若是无配合，会依照违反饲料法罚300万。不过，若是无搁使用喷饲地，就会当唔免增设。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风台当日晚间出门在外，爱特别细腻。这气象署预测，这风台行的方向，将有可能是对南部登陆台东附近来出海，台东也会做陆上警戒区。不过，这几天啊，雨是一阵啊来，这台东市的南王里地势较낮的所在，已经淹水淹过了介入。这里长呢有去借这抽水机来抽水。公所早起也传6000个沙袋啊，要互民众使用，也将有可能是咧落雨天呢，视线无介好，南回公路就发生一阵烧龙的死亡车祸。台东的大雨是一阵一阵，南回公路大溪路段，透早7点外就发生一架落南的大货车，甲一架上包的轿车烧龙，造成轿车的驾驶送病院急救了后，也是不幸死亡。但若敢因为落大雨造成视线不良，警方也会调查。风台愈来愈晚，气象署预估风台路线可能为台东附近出海。台东县风力做是较会淹水的所在。早起台东市公所准备6000个沙包，提供带伫咧地势较低的民众来领。不过台东市南王里一个集合式的主题区已经捌淹水几啊届，因为遐私人的水沟啊，甲公有租人的土地，遐的水沟啊是相通的，有当时啊若塌掉咧，水就会淹入去人家厝内底。即届风台来附近的民众拢唔敢去上班，都惊厝内阁淹水。即马里长去借一台抽水机来，希望当暂时解决即届淹水的问题。
话说等一下去上班，今天没放假。等下就淹起来。雨大一点点，再大一点就开始淹了。它后段变小，把它再放宽回来。那它的县府的建梯又承租给一般的，已经有租给一般的民众了啦。目前热岛甲兰屿风雨持续咧增强，海面的风影真大。气象署预估下晡东部的雨会愈大，呼吁民众都要做预防措施。外口风雨大，若要出门都要注意安全。记者综合报道。第7月时啊呢，这丹那市风台受损真严重的台南，目前复原有9成以上，也有一寡受灾户因的厝顶依然是看棚部也未修理。针对这款的情形呢，这地方政府也随启动这防灾措施，包括甲因换新棚部、刷去收容所等等。透早后壁区公所的人员含里长也搭呼去甲民众抗劝，叫大家爱赶紧去闪风台。人呢有信心的人就安尼讲。对。公所人员甲里长搭呼去巡，因为像这间厝的厝顶还阁看篷布，用链啊甲砖啊甲地地，巴肚边还阁吊几下的链啊增加重量，希望莫去互风台扫去。靠篷布查风热雨的情形，从7月份持续到今，即马风台阁要来，里长可劝因爱撤离。应该的愿意，爱你吼，阮公所区长可能会特别注意来。配合互咱的住户，甲因关心安尼啦吼。家属要对你了，过来甲咱念，说民俗啦吼。对。来就来，拍算啊，无多啊。但那是风台受灾户，厝也未修理好势，或者是要看篷布的原因真济。有的是厝内有时大过身，爱等对年；有的是排队咧等指定的工班；有的是无人大等等。故是伫咧咸水就有35户，后壁区嘛有78户。台南市民政局车站嘛，请各区公所提出相关防灾措施，包括换新的篷布、甲民众刷去收容所等等的方案。看布棚的这些家户我们会逐一的去通知。我们总共50几户，我们是逐一的去通知他。如果真的是发生的风大雨大的时候，我们可以请他们依亲或是来我们公所的避难收容处所。另外，进前算断了真严重的7股西寮里，嘛量早准备物资甲收容的所在，甚至有的民众连杂水的房仔嘛拢已经拆好势。我年岁较中老的迄，我拢拜托因事先再入去市内，互风台过了，接转来。台南市民政局强调讲，受到丹那市风台影响的47800多户，已经有9成修理好势，或者是进入中建的阶段。若要看篷布的徛家，请各区都要加强宣导，爱固定好势，嘛检查排水的设施，预防风台来的时阵，搁一届发生灾害。记者综合报道。前总统蔡英文车站伫咧德国柏林自由会议发表演说，用民主所当着威胁台湾捍卫自由的经验做地步，讲欧洲和亚洲当咧面对威权渗透，拢有人伫遐操作政治作战、操作资讯等等，当咧侵害民主社会。蔡英文强调讲，台湾已经透过各方科技和社会动员，建立全方位论性，也呼吁民主党派加强合作，捍卫自由体系。几多个国家的政要甲公民领袖伫咧德国柏林自由会议做会探讨对抗威权论调复兴。咱前总统蔡英文也接受邀请发表演讲，伊讲罗西亚入侵乌克兰就是威权势力扩张的真实威胁。同款的情形也正出现伫咧台海甲欧洲的政治社会，像散布假消息、操作网络舆论，也有渗透媒体。In Europe, as in Asia, the authoritarian toolkit is very similar. Much of the destabilizing tactics Taiwan has faced in recent years tend to find their way to Europe eventually. 伊讲民主国家在重视资讯领域新的攻击手段，台湾强化论性，那只是伫军事层面，也包括民防组织、网络治安甲社会凝聚力。伊做总统时阵，国防预算成长超过8成，也投资无对称防卫能力。Taiwan has been proactively building its resilience on multiple fronts. Particularly, Taiwan has continued to increase its investments in defense. During my presidency from 2016 to 2024, Taiwan's defense budget rose by over 80% at a rate of nearly 8% per year.
This was the most organized and systemic defense investment Taiwan has ever made. 蔡英文强调，台湾的半导体供应链唔单只是产业的竞争力，也是全世界民主国家共同安全架构的一部分。在 AI 时代，晶片代表科技加国力，台湾对全世界经济正重要。And through strategic partnerships, Taiwan has built an ecosystem that is ready to contribute to the security of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Our high-tech sector, particularly in semiconductors,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global economy. In an age where AI also defines power, Taiwan's chip industry also anchors global prosperity. 在发表演讲之前，蔡英文催告也甲德台民间论坛的主席，经澳洲议会议员鲍瑞汉见面。鲍瑞汉讲，蔡英文甲副总统萧美琴在一礼拜内前后访问澳洲，这伫咧5年前是想袂到的代志，表示台湾甲澳洲的关系慢慢伫咧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后备指挥部有一个姓尤进前咧做上位的查甫人，因为欠所费去互中共吸收去，在这期间呢，甲国军内部网站翕起来，泄露这机密资料，互中共拢总犯案误解，摕到买5000粒的虚拟货币泰达币，差不多是价值大票15万。桥头地检署依照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国安法、刑法等等的罪，甲伊起诉。中共这几年一直渗透入来国军，将后备指挥部姓尤的上位，因为欠钱就网络找贷款，误入中共陷阱，怪伊交付任职单位的机密资料，换虚拟货币。姓尤的上位拢总犯案误解，摕到4998粒泰达币，市价差不多15万。桥头地检署依照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国安法、刑法等罪起诉姓尤的查某人。后日部回应，姓尤的查某人伫112年12月18，因为家庭因素。申请提早退伍，服役期间并无发现伊牵涉到国安相关案件，会尊重司法调查结果。那如果犯了这些相关的法条，那对人生下半部的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啊，提醒这些国军官兵千万不要落入法网。国军官兵屡屡把军事机密泄露给对岸，特别是高机敏的情报，这让美国以及国际友邦如何相信台湾，如何愿意提供更精密跟前端的武器系统，国防部应该要痛定思痛。检方指出，姓尤的查甫人伫2022年1月头一届犯案，用手机翕家己在内，也甲科长、参谋长等3人即种的协销签停，无想到对方认为无够机密，所以伊伫同年7月进行上位，登入军方内部网站翕国军准职，即个得到对方的认可，收到泰达币。姓尤的查甫人毋但搁再传国军准职，搁外接现职官兵的电话，拢总得到市价15万的泰达币。巷战。或者是遭遇到敌人的无人机，我要怎么应对啊？这些都是准则的范围之内。照理讲，他的照相机已经不能用，在营区这个范围里面啊，不能用，他为什么还能拍照？这个就值得追查。专家表示，国军准则有800种，像讲军队应对状况的 SOP、声电检、高检收集、新式武器装备操作等。无论姓尤的查某人和中共倒一寡资料，拢是国军的机密，恐惊影响国安。若是姓尤的查某人闪过管制，伫营区用手机翕相，这嘛反映保密措施无够严。国军应该精进改善，才当避免国安的漏洞持续扩大。记者采访报道。提供一个上开新的消息，互咱的观众朋友讲到这风台等咧瓦紧，目前呢，这屏东县已经宣布明仔载停班停课啊。那准有个较新的消息，会随时来提供互咱的观众朋友。讲到这家人落大雨呢，这西定路一大间家厝后壁的山架，车在暗时是规个放落来，甲真家厝毁掉。厝主规口罩是赶紧来搬离开。这大山架呢，去年3道至风台来的时阵就捌放过。议员今仔日协调厝主函这国有财产署申请，希望相关单位赶紧改善山架，确保居民的安全。对悬的所在向下卡看，一条大石头弄伫面体厝顶。基隆市西顶路这间厝，实在暗时因为风台带来真高的雨量，造成面体后边山坎土石连累。厝做后生迄时阵咧洗身躯，常常听到砰一声，已经的厝顶倒下一层，为安全，伫暗时就赶紧搬走。等台风过后，把石头清理干净，移除。那可不可以做围墙、预防？然后还有土石的养护，就是以防未来不会再
掉下来。基隆是很多山坡地，山坡地的所有人又不是全部都基隆市政府，还有中央单位，所以这特别需要中央单位跟我们基隆市政府通力合作，把这些偏坡维护好。因为这边看去年山头风台来，因为大雨都发生过土石流，即马石头各弄害处，因为山坎是公有财产，处处向市员求助，11向公有财产署定情，希望相关单位赶紧来改善。山坡地的水土保持处理跟维护流程，它有一定的流程，对，好，然后就是经费是编列在水保署台北分署公所提报勘察记录表之后，我们就会转送到水保署台北分署那边过去。基隆市府除了安置厝以外，也派人用大布棚砍大石头这个所在，避免因为大雨佮出累。唔那西顶路在前，条河溪也因为大雨出现大量的土水。去年台风完以后，我们就有征集一个计划，要跟国土申请经费。那主要这个经费大概是2775万的，主要就是会把这个侧沟做加大。市府除了派人蹲沙包，引导土水排出去，当地病院也设防水帮，有防雨水灌接。因为条河溪去年发生土水冲击问题在前，市府已经向中央汇报在前，争取经费来改善排水设施。记者综合报道。洪洪洪台当日瓦金，不过早起呢，这垦丁南湾的海边啊，游园有人伫遐出影，也因为这气象署早起6点已经发布陆上洪台警报啊，这南湾的海沙补救红线禁止水上活动。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就讲，出影的民众已经违法了。另外，本州乡长已经成特例52个人，安排这乡民落山安置。洪洪洪台慢慢挖进南台湾，海影一阵阵拍对岸边，画面详细看，垦丁南湾的海面，阁有人咧冲影，因为已经发布洪洪洪台海上陆上警报，南湾沙埔拢有红线禁止水上活动。景观处表示，安尼已经违规，请民众配合，无会违法。11月11号早上6点又发布了陆上台风警报，所以目前所有沙滩全部是封闭的。请游客不要进入游憩。经劝导不听，唯一国家公园禁止事项第15项，罚款3000元。居民轮流上车，准备撤离。屏东湾州乡对昨下晡开始，雨就无停，风嘛袂熄，点钟雨量超过40毫米，风速超过12级，烦恼当地居民的安全。乡长按照县府的指示进行预防性的撤离，拢安排到恒春的民宿站大。有少部分淤青的好像是16位还是17位，到收容所安置的地方的则是52位。今仔日早起，县长周春米前往东港大潭扣水池，视察工程进度。水利处表示，工程未受到风台影响。县长讲，虽然洪洪洪台已经降级做轻度风台，不过沿海的民众也是爱注意防影。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这几天洪洪洪台这4个字伫网络顶头变甲热噗噗，讨论讲这4个字爱安怎读，无共款的读法内面就代表着无共款的腔口。你的腔口内面有藏着什么款的秘密的？咱做回来看。洪洪洪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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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洪洪台。有网友真正无共电视台安怎用台语讲洪洪洪台这性质，社群平台嘛讨论甲真闹热，甚至佫发展出难度级数佫较悬的语句，真侪人拢来讲台语练喙花。洪洪系统的洪雨效果和洪洪洪台的洪雨洪害。敢若洪洪洪台这性质，伫咧网络顶都有无共读法。根据台语声调来看，有3种。第一种有讲洪洪洪台的，第二种有人讲洪洪洪台，第3种是讲洪洪洪台。台语记者嘛是在招民众总回来试看卖。你安怎读？洪洪洪台。这是洪洪洪台，洪洪系统的洪雨效果和洪洪洪台的洪雨洪害。洪洪洪台。第2点。我无法度。其实和华语诗的声调变起来，台语声调加真丰富。以主流腔来讲，包括入声在内，实际上有7个调。有台语老师指出，台语正特别的，其实就是声调变化。一个词敢若最后一字读本调，其他拢会照规则变调。所以洪洪的洪一定爱变调。亲像洪洪洪台，就有第一优势腔偏将的讲法洪洪洪台，和第2优势腔偏转的讲法洪洪洪台。就讲名词的上尾一字无变调。头前迄几字拢变调，若是洪洪洪台这4字吼，咱无变调吼，
来讲是念作红红红台，啊，那就变调了，台北就变作红红红台，南部就变作红红红台。台语老师指出，大部分的人可能较袂去意识到台语的变调，嘛是因为真侪人用过拢毋捌像华语在学校有系统性的学习课程，也毋过本正就会晓讲台语的民众，其实平常时讲话都会自然变化咯。原来对头届学台语的人来讲，因为声调真侪，佮爱学变调，有影是较有挑战性。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来关心这风台特别来啊，高雄前伫渔港到单呢，也阁有47只的保护渔船啊，定伫遐，各界也拢真关心。有遐尼侪保护渔船唔处理，是因为目前呢，高雄基丁铁船厂防控机等咧停工。海洋局讲呢，中央已经核定兴达海基海洋产业专区做临时的铁船厂，不过事先拢无含地方沟通。这消息一日出来，当地机关是气噗噗。海涌一阵一阵拍起来岸顶，随着风台愈来愈瓦，台湾高雄海边的风影也愈来愈大。前定渔港内底保护渔船，去年才因为山道里发生断缆乌白走，这阵风台佫可能对高雄来。海洋局甲高雄港务公司也紧急来做船来加强固定。陆上台风警报发布后，我们的高雄港务分公司也指派2艘大马力的拖船，在我们前镇渔港的港嘴在那边应变。前年渔港船位无够，72只船啊停做7排，其中有47只是单要拆掉的宝贵渔船，另外兴达港车嘛有26只宝贵渔船，对181年都当地的只单要拆，其中一只未堪哩去年山道里的风景已经沉一半。海洋局讲，铁船业污染重，基丁铁船厂防控机无再调搁拆，中央伫10月已经核定要甲兴达海基做归临时铁船厂，不过有议员认为中央甲市府事前拢无甲地方参详，互因真不满。不能把这么高污染的拆船产业放到茄萣来尤其是他现在要用专案下去做执行没有环评、没有监督机制的话，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茄萣的环境。有惊当地民众足清楚的讲，我要拆偌济，我当时要拆可能会造成什么影响，拆起来物件可能会做什么处理，有吗？民众这个部分，我们没有召开很正式的一个大的一个公听会。一般是讲是外海作业的人，甲港内无影响啦。啊，是讲今内面的水会变较歹。伊个跳船跟因咧做生意也无关系啦。啊，所以你啦，观光客来到这，你嘛感觉无影响就对啦。哦，迄人我就无感觉无影响。议员不满，无通知，无做环评，就硬要杀，实在真唔通。海洋局表示，因会甲地方沟通，甲民众意见转达给渔业署。记者柯家珠、柯兆阳、高雄场报道。同款是高雄，这前镇有3间铁厝车站发生火灾，加在是无人受伤。不过现场有住户雄公公走出来，身躯顶过某一只台湾狗，引起大家注意。住户讲，这只狗是遗弃的动物伴。不过照规定，台湾狗是袂当饲的。农业局即马也要找这个民众交完说明，要甲伊开罚单。红红的大火甲乌烟一直冲对天顶去，高雄前镇计划街3栋相连的铁厝车站熊大火，现场断电、泉水拍火，消防人员惊有人怪伫咧内底走袂出来，急摕计时头仔来挂铁门。刚才有厝边大声走出来到联络人讲，厝主已经对后尾门走出去啊。不过厝主人一出现，遂引起现场惊嚣甲媒体注意，因为身躯顶冒一只台湾狗。很快啊，刚刚那个烟跑出来的时候，他就吓到了。养多久了啊？养好几年了。哦，他几岁啊？他现在几岁啊？5岁了。人因要饲，咱敢袂使个啊讲个安怎样啊？对啊，恁迄是袂使饲无毋对，但是问题人因着饲毋知偌久啊，咱毋知啊。虽讲台湾狗已经毋是保育类的，不过中央伫181年已经公告列为禁止饲养的动物。民众甲台湾狗饲伫厝内底已经违法，附近的厝边也证实因有看到伊饲狗，逐工带出带入。农业局听到风声，也随联络这名饲主来交完说明。不过饲主说讲，迄只狗伫咧火烧厝迄天拍着惊，已经走到无看影。农业局表示，民众有饲养台湾狗的事实，按照动保法，相关会当罚25万。通知行为人到案说明。后续将依相关规定予以裁罚。说台湾猕猴它是野生动物，它是不适合饲养的，它长大会发情，那甚至呢，它会有人畜共通传染病的问题。所以呢，大家如果在各个县市如果有看到台湾猕猴被饲养的情况，一定要打1999去通报相关单位。台湾狗共存推广协会表示，台湾狗防对保育类的提调了后，有民众去山顶，若看到狗仔囝古水，就会带转去饲，这对高山甲生态拢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农业局强调，会持续联络饲主，若是有找到
迄只台湾狗后续会评估，看要进行野放，还是送去适合的地点来收养。记者郭家祖、赵阳高雄采访报道。作家陈景明对国中开始就写诗，60年来创作超过400首诗。伊讲写诗会当消透情感，也是关心社会一种方式。美丽岛事件时阵呢，伊写诗安大真侪受刑人的心情。今年也得到53年文学奖肯定。狠狠地把我从温暖的土里连根挖起，说是给我自由，然后拿去烤，拿去油炸。用汉字来比喻1979年发生美丽岛事件的台湾，描写台湾人受尽苦难，无必去吞忍，勇敢站出来争取民主自由。陈景明的这首诗，安大真侪美丽岛事件受刑人的心，也是伊真出名的代表作之一。1948年，陈景明出世伫高雄蛤蟆省的一个医学世家。自细汉就爱看册，陈景明讲，以早无啥物册店，所以伊读国小的时，常常会走去路边的册摊看册，啥物册拢看，嘛捌因为安尼发生过真趣味的代志。在看得入神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人在动外卡的对啊，在踢外卡，我前面就想那种，但是这个走行路是无好势踢的，起来看，哎呦，唔是老师。我大了，我爸爸先死的，大了来种小妹，来小弟。并开老相片哪比哪讲，以早细汉时的代志，陈景明甲当拢也记条条。读高雄中学的时，国文老师的空假，互伊有文学的底底。陈景明唔但爱写嘛搞写，对高中开始就甲同学家己创作伫学校出册，冒写诗投稿，去互迄当阵上清的杂志《文坛》看几落摆。对17岁开始写诗，甲当已经60年啊。陈景明讲，一首好诗爱具这3项条件：是批判性，或者是讽刺性。所以他说要有惊讶、讥讽，还有一个是什么？哀愁。因为作品表达的内容瓦大现实，呈现人性。陈景明的诗自大学就得到《历史期刊》侪前辈肯定。陈景明讲，尤其是陈千武老师，带伊正式踏入台湾文学界，知影什么才是真正的诗。陈景明自1982年开始做文学界，一直到后来的文学台湾，伊哪写诗，哪出版杂志，毋茫为台湾的文学尽一份心力。讲一个大家志同道合啊，对台湾文学有一个信心啊，甲有一个希望讲，嘛爱台湾文学，毋是讲无好的文学，也是不重视。甲作曲家陈武雄合作，把诗变做台语歌。陈景明60年的创作人生，隆重出版9本诗集，超过400首诗。虽然因为医生的工课有8年的时间较少写，虽然这阵因为出版社的势头写无济，不过对陈景明来讲，写诗就亲像食饭同款，食这食足不管，一定爱食。记者郭家祖、赵阳高雄场报道。第2届独立册店的这梅树梅读书奖下晡举行颁奖典礼，主题是家在我有开册店，探讨这册店背后的册店魂。这届特殊贡献奖颁发予推动学徒计划小小厨房的主人刘芳芳，也希望讲会当推动统一定价制度。开册店毋但是卖册歌，引起大众对本土文化和自然环境的关怀。第高义市的红雅册房，香港市倒水溪以南上有名的社运册店，足足伊个成功宣笑讲开册店有当写连一顿拢趁袂着。但伊嘛讲册店是人生的补习班，开过1000多场的讲座，打造交流平台，嘛得到今年读书奖的肯定。议题是要怎么做得扎实、长长久久，其实要用阅读啦。书籍是子弹。那阅读是有力量，投入这个社会运动就会有更好的发展性了。坚持相信看册都是册店的核心的，佮有开伫高雄的三义册店，伊是册店，但是嘛毋那只是册店，店内嘛会办艺术表演，也是相关展览。负责人郑尚华认为册店是城市内面的通安门和光线，是生命力的来源。今年三义嘛得到读书奖的评审团奖。不管是透过网络、影像、Podcast 节目、走读、展览，然后办演唱会，虽然形式更多元了，但是阅读的核心并不有变。那这也是我们觉得开书店的最有意义的地方。台湾专属独立册店的树梅读书奖，今年是第2届，以好家在我有开册店做主题。特殊贡献奖是颁予伫新北市的小小册房，主人刘芳芳嘛替所有的出版业来签名。我们希望讨论一下
谢，就是可以让出版业回到一个健康的体质。那欧美也跟我们证明了，就是说他们挺过这一波，然后让书店回到街角，这是非常必要的。面对出版业的产值一直在减，电商平台加入册市，一间间唔拢在拍折，互独立册店更较歹经营。文化部表示讲，除了有提出奖励政策在进行补助，这2年嘛办理创新册市、砖头册店，鼓励册店加出即马已经有的场域，推广看册。另外嘛透过文化部的奖励，互看册的人加到独立册店来买册。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印尼进前的独裁者苏哈托统治印尼32年，上无有50万人去犯案罪名落被杀死。总统普拉博霍70届对方做国家英雄，所以引起民间团体呢，还有受害者家属强烈反弹，连续几日间拢伫咧首都雅加达的街头示威抗议。印尼总统普拉博霍72电视直播的国家英雄之典礼，将国家英雄牌匾颁予前总统苏哈托的查某囝。文化部长佐恩指出，苏哈托伫摆脱荷兰殖民统治的独立运动发挥关键作用，后来佫担任军事行动的指挥官，为荷兰人手头夺回即卖西巴布亚。苏哈托1967年用肃清左派军事政变做理由夺权，替换手段统治印尼的32年之间，至少50万人被冠上刺激分子罪名杀害。50年前入侵当地粉的行动是冷战时期上残酷的军事案件之一。暗区伊是美国盟友，得到美国的经济援助。执政期间，年平均经济成长率是7%。1966年，各将通膨为18%降到10%。印尼即马是东南亚第一大经济体。Yang pro kontra kan masyarakat Indonesia itu kan macam-macam ya. Ada yang pro, ada yang kontra, itu wajar-wajar saja. Penting kan kita melihat apa yang telah dilakukan oleh bapak saya.总统府教育文化部连续几日拢组织大批反对团体示威抗议，这时邀过500个公民团体成员、运动人士甲学者，用共同批的方式致函总统普拉博霍，要求因团队方苏哈托做国家英雄。啊，若无就是对受害者、对民主价值的改革的背叛，也佫互少年时代带来错误历史观点。同款内容的线顶连署活动有16000人响应。2010年以来，苏哈托真侪摆被提名做国家英雄，不过伫国家强烈抗议之下，最后拢煞去。出身军人，捌是苏哈托的部下，佮做过伊囝婿普拉博霍无共。伊伫旧年胜选演讲的时阵，就捌公开俄罗斯哈托的政绩，上台了佮出版新的历史册，淡化苏哈托的暴行。伊家己伫90年代也捌做过绑票虐待民主人士的代志。公视新闻王慧文报道。法国前总统萨瓜吉70经过法院裁定，伫咧等待上诉审理期间会当暂时释放，是因为伊的亲信牵涉到摕违法的政治现金，互伊互这个法院判刑到这刑事强暴罪，也着要关5年，伫咧定个月之1来入监。在得到巴黎上诉法院批准了后，法国前总统萨科齐72开巴黎圣地驾到，伊坐一台黑色亲切车窗的轿车，驶向伊伫巴黎西区的客家。到了后，萨科齐甲伊后生前后落车行入家门，伊伫社群媒体打文，向所有社会支持为伊辩护人致上上深的感谢。所以佢准备上诉，集中所有精力伫证明家己的清白顶悬，争取最后的胜利。70岁萨科齐被控刑事强暴罪，2007年法国总统竞选期间，伊的亲信收已经过身利比亚独裁者格达费的政治现金，9月之后被判有罪，10月之1入监，不过马上提出点代上诉。审理期间释放申请。Bon, malgré tout, je pense qu'il a pactisé avec le diable, et donc ça se paye à un moment donné. Il y en a qui, même s'ils font appel, ils restent. Bon, c'est vrai qu'un président en prison, c'est pas. Il y a mieux comme image, mais bon, tant mieux pour lui, quoi, on va dire, mais bon. 法国的法律规定，等待上诉期间，原则上应该以释放为原则。法院表示，萨科齐的释放是根据特定的法律标准来决定，比如逃亡的可能，伊无逃走的风险。不过，法院特别禁止萨科齐甲现任司法部长达马兰接触。达马兰捌是保守派人士，将萨科齐看作是导师。了后，伫2017年加入总统马克宏的中间派政党复兴党。达马兰顶个月捌去加探视萨科齐，引起部分法官的批评，认为损害司法
独立。公视新闻黄慧玲报道。来关心明仔载敢会停班停课咧，目前已经有宣布，就是高雄市屏东县抑个花莲的光复办营红林，明仔载是停止上班上课的。讲到这风台特别来，千万唔通挂无事牌，咱明仔载气象做伙来看卖。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2度到29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2度到28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2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3度到28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7度到25度。还个未来3天气象。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